阿美，你哪有这卡这么特别的电脑包啊？人拢是黑色的，你是彩色的呢？有介意好，那安尼紧来扫这个 QR code， 回答4个问题，就有机会摕到这个上适拍的电脑包啊哦。成功台语歌听秀的英语名，我知就是 Taiwanese Show Talent。这个比赛有倒3组，上悬的奖金偌济？报名到什么时阵呢？紧甲我讲啦，我就想要摕到这个电脑包啊！真少听哦，成功台语歌听秀竞赛是全国的大学生拢会当参加的比赛。比赛项目有口语表演、唱歌、人指。口语、唱歌，什么是人指？人指就是华语的饶舌，英语的 rap。rap 我上高啦，这是台湾米，恁是台湾水，这是台湾人，这是什么歌？台湾颂，伫倒位上颂？台湾颂。是啦，你来参加，第1名5000块呢。一定来啦！我嘛想要参加口语，第1名15000块呢。但是唔知影什么款的表演才会当参加呢？用台语演讲、talk show、讲故事、答喙鼓、歌戏、布袋戏、广播剧，拢会使哦。去年就有人搬戏。两个人伫路口，煞拄着一个车，险啊弄着过路人，互因惊甲踹一条。足恐怖的呢！是安怎吼？真无人行空间，安尼足危险的呢。讲到过路人的安全，是咱台湾这2-3冬受到上济关注的交通议题。答喙鼓，讲啊，头壳空空，记伫较输老阿公，免为表演内底戆，快伫西本无成功。喂，你安尼敢会伤寒？根本就是趁机会甲我考试嘛！answer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五谷丰登，四时无灾。我有缘投无？我拄则听到有人讲无哦，咱来听这个演讲，爱较袂当讲白贼哦，咱是有文化的人。嘛有人辩论18岁吼有这个食薰，还阁有啉酒的权利都有够啊！你是阁想要安怎哈？讲互你捌，对手好拍甲啦。这吼叫做权利义务年岁无对等啦。你看18岁爱负遮济责任啦，结果煞袂当投票来享受权利，安尼吼实在是伤无道理啊啦！哇，成功台语歌听秀，真正是少年人等才情的好所在。无毋对，台语来教歌，才调来 battle。你也袂讲报名到什么时阵啦？2025 3月14。好，我紧来去报名。成功台语歌听秀，成功台语达咱秀。